北京护士被病毒针刺伤，导致职业暴露，医院却逼迫护士辞职。起因是网友23年至24年期间，在北京某医院担任120护士，他在3月提出离职，并未办理手续。10几天后，在工作中发生了职业暴露，接触的患者确诊梅毒和乙肝，这一结果让他陷入了极度的恐慌。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，他第一时间就向护理部报告，并要求拿阻断药，但护理部态度消极，并没有及时为他处理问题。网友为了自保，只能自行申请阻断治疗和工伤认定。考虑到对这种病的治疗特殊性，又主动和医院协商，能不能暂时调岗或者先发基础工资，想在完成6个月的创伤期治疗后再回老家，也就是停工留薪，但被医院直接拒绝了，甚至被直系领导多次施压，说同事都觉得网友有问题，暗示网友被孤立，还明确说就算回去也要通过严格的考核，还威胁说再不回来就按旷工处理。去医院申请病假条，又用纪律处分威胁，在多重压力下，网友被迫签了离职协议。从此，网友不得不往返于老家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治疗，甚至因为治疗和心理创伤根本无法工作。这位曾经坚守在120急救一线的护士，守护过患者的锦旗与夸奖，却在危难时得不到本该有的保障。他们的职业安全理应得到最坚实的保障。希望这件事能有个好的结果，才能让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安心前行啊！